好，兩個都阿 D 生有冇中到啊？係啊，揩到少少。好，第二個係，但係佢中得咁啲啊 ，Kelvin 中咗膊頭啊，好，哇，兩個都中。第三個打咗落地，人都有冇飛出去啊？未飛到，差唔多。等等先，我加校個角度先，你等等下個 cam 個角度高少少先。好，第四個。好，打中兩個都中。第五個。好，吉對手，第六個避開咗，冇事，兩個都冇事。好，打中咗 ，OK， 好彩留得到手。如果係水銀就照車嘅，我同你講，係七個。要早少少出聲。係，你知道走唔甩嘅，你可以嗌噶啦。哎，好嘢，靚。第八個打中咗跌身啦。擋到，避開咗，哎，打中手踭，好，第九個，擋到，好，截手，但係截唔停嘅應該，佢有冇擋得住？擋唔住，係，因為佢已經斬緊落嚟啦，第十個。擋住，阿 Kelvin 有冇擋到啊？擋唔到，好，11個，擋唔擋到？好，打中 Kelvin 係嘛？12個 ，Kelvin 要出聲，避開咗，避開咗。啊，中咗 ，Kelvin 有冇中啊？係要出聲啊，記得。好，好，你我呢邊聽到先得啊，入 cam 噶嘛。13個，哇，攬炒啊！但係 D7嗰個輕傷嚟嘅，因為佢有少少唔啱印根咁樣拍過嚟咧，即係你最多都係一行損咗嘅啫。好，等下假教個 cam 先，又高得滯頭先。好，14個，但係而家啱啦。哎呀，跌身中，係啊 ，Kelvin， 係少少啊 ，OK， 15個，啊中咗，係兩個都中啊，16個，咁啊，但係跌身嗰個中得重啲，係打中咗跌身嗰個手臂啊，係後邊，阿 Kelvin 又係17個，我係打到25頭一陣啊。係好，18個，避開咗，係動咗，係咪手指？D7有冇中？冇事，好19個，係好好，未到人，打中個頭盔啫。係中咗，D7有冇中？好，20個，啱啱擋住，係打中手啊！截得到，今次好早打中佢，因為21個。打中，係
22個，打中，好嘢，仲要走甩。23個 ，Kelvin 要出聲中招。你要早啲出聲咯，所以話。係啊係啊係啊。冇事冇事。好，截到手，24個。打好嘅，好啦，第一輪last一個，25個。打中手，係佢養你一下之後打下邊。好，唞陣啦。好，第二輪第一個。好，打中咗隻前手，阿迪生中咗。第二個，係揼咗落地。第三個。第四個，係有冇人中啊？係阿迪生有冇中？係好，第五個，好切到，第六個，擋咗，擋住。擋到，好中咗頭盔。第7個，揩到個頭少少噶啦，繼續一行血。好，有冇中腳中埋？好，第8個。中咗，係但接唔住，因為佢已經揼緊落嚟啦。第9個打落地，第10個有冇吉到？擋到，擋到，擋住咗。唉，中腳。好，11個，揼咗落地又中招。好，12個，好截到。13個，係阿迪生有冇中？有，好，14個。係，好打到，腳嗰度避到嗬。好，15個，係截咗手。16個，避開，打咗落地。Kevin 成日打我哋嘅。17個，咩事？18個，好，19個，好吉出去嗰下隻手送咗上去。20個，
好，21局，冇事。接到手，好嘢，22局。避開咗，好，23局，中咗啦！跟住我費事去打佢，我擋一擋先。我換唔切隻手。開爆檔，爆檔，係24局。中咗鞋面啊！好 ，last round 25局。好打腳，好打晒。